哎，没有靠近我，我叫他们这边来了，没有靠近我。这段画面反映的是广西南丹县中宝乡苗族的一种婚恋风俗。据说，因为青年男女是在山洞里谈恋爱，这种风俗又被称为洞恋。有学者称这是除摩梭族的走婚外，中国仅存的母系氏族社会珍贵的活资料。但迄今为止，洞恋一直是个谜，没人能说清楚这个风俗的来历和细节。有人说，洞恋中的男女是因为家里反对而私奔的恋人；又有人说，洞恋就是试婚；甚至还有人说，洞恋是集体试婚。对洞恋的破解将对社会学及人类学产生重大意义。很可惜，我们看到的这段画面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。那么，洞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风俗呢？南丹县中宝乡位于贵州和广西的交界处，人口绝大部分为苗族，是花苗的一支。因为中宝乡被群山环抱，交通不便，在公路修通前很少和外界交流，因此千百年来，中宝苗族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习惯和风俗。也许这就是洞恋这一风俗得以保留至今的原因。但当我们来到中宝乡了解洞恋这一独特风俗时，人们的回答却让我们开始感到疑惑了。我没懂得个那个啥懂了哇。就这样啊？没听过。老人家没跟你讲过？没。这才懂啊？没听讲过。不是懂啊？讲过啊？讲过。他那个可以在洞里头寄过去个把礼拜，甚至个把月。可少懂了那个生活了。听了村民们各不相同的说法，我们开始怀疑到底有没有洞恋这种风俗。如果有的话，它又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在当地人的陪同下，找到了中宝乡一处据说曾经发生过洞恋的山洞。哎，这个山洞挺漂亮啊，打管子的。这就是灶，还有柴了，还有柴。哎，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，这就是蜘蛛网嘛。这有草啊，大头。估计在这铺的有床。在中宝乡，类似这样的山洞有很多。这些山洞都存在过洞恋吗？如果存在，那么当地的苗族青年到底是怎样恋爱的？洞恋又是怎样一种形式呢？在中国，春节不仅仅是汉族的节日，也是包括苗族在内很多少数民族的节日。今天是春节的第3天。每年这个时候，中宝乡年龄超过16岁的女孩子们都会结伴来到寨口。今天对他们来说，不仅是农历的春节，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马伟是中宝乡九力村的一位苗族姑娘，一大早她就起来开始做准备，穿上隆重的节日服装。所谓的隆重，除了戴上所有的首饰之外，还要穿最好的衣服。这里的最好，除了以新旧程度和刺绣的好坏来衡量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就是长度。比如腰带的长度是3丈6。为什么是3丈6？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王景和一直在做收集整理中宝苗族文化的工作。
虽然它也是土生土长的中保苗族，但仍然有些古老的传说和风俗需要向乡里的老人们请教。王景和告诉我们，3丈6这个数字也是有讲究的。这个3丈6是一个吉利数，一个吉利数。每年360天，我们要用这个3丈6，然后宽在36天里面，每天都是吉利的，它是这个吉利数。除了腰带之外，还有裙摆和绑腿带的长度也是3丈6。虽然这3个3丈6穿起来很麻烦，仅绑腿带一项就要花费近1个小时，但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，麻烦些也是值得的。每年的今天，姑娘们要和其他村寨的小伙子做游戏，游戏的过程就是相亲的过程。这对马伟来说尤为重要，因为这一次有可能解决他的终身大事。苗族妇女梳头是个很复杂的过程，无论如今的姑娘们将头发染成什么颜色，是什么发饰，按照中保苗族的传统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一定要用假发将头发高高盘起，并绑上头带。那么，这么做跟冻炼有关系吗？当马伟和女伴儿来到村口时，其他女孩子已经在那里开始刺绣。不过，今天的刺绣与平时不同，姑娘们借助手中的活计来平复自己的情绪。明明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，却还要有说有笑地故作轻松。然而，我们留意到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马伟这样重视这个特殊的日子。很多人没戴头带，有人甚至没有盘发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这看似游戏却蕴含深意？为什么姑娘欲言又止？为什么小伙子充满信心？我们媳妇他们可能更简单。请继续收看《冻炼探奇》。别的村寨里的小伙子们终于出现了，姑娘们就是在等这一时刻。整个一个上午的准备都是为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。对山歌是很多少数民族表达爱意的首选方式，但中保苗族有它的独特之处。骑马要骑